小學入學試問題，呢一隻係乜嘢啊？我知，老師，呢隻係一隻蚊。錯啦，呢隻係基因改造咗嘅蚊。話說咁嘅，話說呢。之前呢，就喺美國嘅佛羅里達州呢，就有個城市傳聞，就話呢，有一間嘅基因改造公司呢，就會喺當地呢，就發放數以百萬計嘅基因改造蚊呢，就嚟到控制一啲嘅 virus 嘅傳播，就令到當地啲居民呢，就引起恐慌。咁當然有啲人就覺得冇可能嘅，你呢啲城市傳聞嚟嘅。好啦，啱啱證實咗啦，就係美國嘅食物及衛生食物及藥物管理中心。防護中心咧就向當地嘅居民咧就作出咗一個正式嘅公佈，話係冇錯，我哋咧就因為咧喺南部嘅 Keys 嗰個嘅蚊嘅控制區咧，即係 Keys 係一個地方嚟㗎，唔係一個踢列名啊。咁就同英國牛津某一間嘅公司就叫做 Ossitat 應該叫做，咁就咧就原來佢哋咧就去製造咗數以百萬計嘅改造蚊。呢隻改造蚊咧，呢隻 GMO 嘅蚊咧，就原來咧就話咧佢會發放出嚟之後咧，就令到某啲喺唔係本土嘅蚊型，即係包括係埃及號嘅一啲蚊咧，白紋伊蚊咧，就會令到佢哋生唔到後代，而令到嗰啲 virus 嘅傳播咧就會減低。咁佢哋亦都聲稱咧就話佢哋喺巴西同埋開曼群島咧已經試驗咗噶啦，所以大家放心，試驗咗啫嘛，冇話冇後遺症噶係嘛。咁當然啦，咁啊證實咗之後咧，就而家咧就有14萬，即係直至琴日為止有14萬個佛羅里達州嘅居民咧，就聲稱咧就唔希望就呢間公司咧喺當地發放。咁大家都知啦，咁而家係一啲相對文明啲、公開啲嘅社會啦嚇。以前咧喺美國嘅歷史，如果睇翻以前解封嘅文件咧，係經常咧係唔會話俾你聽咧，就發放好多嘢嘅，包括發放毒氣啦，包括發放呢個一啲所謂嘅迷幻劑啦，發放一啲嘅試驗嘅動物啊、昆蟲等等啦，以前係好多嘅。咁呢次只不過咧係有一個城市傳聞咧，就俾後來政府證實之後咧，嗰間公司亦都證實冇事㗎。呢間啊叫做 Ossitat 嚇，咁就話你俾我放咧，咁而家咧就仲未放。咁啊，但係城市傳聞話放咗。咁其實講真咧，佢而家14萬個居民話唔准放，其實佢放咗你都唔知啦，係嘛？咁同埋公佈嘅就係呢啲嘢啫。咁究竟成個美國或者全世界有幾多嘢俾佢放嘅咧？包括我心目中，其實伊波拉都係美國放嘅，即係呢次啊，唔係講緊以前啊。咁所以老師，咁我講蚊，你就話個答案係呢個基因改造個蚊。咁基因改造個蚊係咪蚊先？係啊嘛。OK，我要入呢間小學。咩小學？無賴小學完。